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2024年6月18号，今天的经文是诗篇53篇，撒母耳记上卷15章第4节到23节，启示录21章第22节到22章第5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生命册。有一首非常古老的诗歌，叫做在那边点名的时候。从这个副歌而来的曲名，3节歌词的副歌都唱了3次，在那边点名的时候。这3次之后再加上在那边点名，我亦必在其内。这是基督徒终极的目标，我们一生追求跟随上帝所给我们的真理道路，就如同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4章所说的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。从到上帝那里去，也就是说必须要被列明在生命册里面，才能够进入上帝的国度里。最近我们都在谈论扫罗被膏立为王之后，没有顺服上帝的旨意，然后被上帝除名。撒母耳记上卷15章第10节到23节更清楚地记载到这一段的背景。上主对撒母耳说，我后悔立扫罗做王，他已经离弃我，背弃了我的命令。撒母耳很不高兴，整晚向上主恳求。第二天清早，撒母耳去找扫罗，他听说扫罗已经到了迦密，在那里为自己筑了一座纪念碑，然后往吉甲去了。撒母耳见到扫罗，扫罗问候他说，撒母耳，愿上帝赐福给你。我遵守了他的命令。撒母耳说，是吗？为什么我还听见有牛羊鸣叫呢？扫罗回答说，这是我的军队从亚玛利人那里掳来的，他们留下最好的牛羊，为的是要当牲祭献给上主，你的上帝。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。撒母耳说，住口，我要告诉你上主昨晚对我说的话。扫罗说，请说。撒母耳说，虽然你认为自己不重要，但是你是以色列各支族的领袖，上主选立你做以色列的王，他派你出去，命令你消灭那一些邪恶的亚玛利人，把他们都杀光。你为什么没有听从呢？你为什么急急忙忙掠夺了战利品，做了上主看为邪恶的事呢？扫罗说，我听从上主的话，照他的吩咐去打仗，我掳了甲王，并且杀灭了所有的亚玛利人。只是我的军队没有把掳来的那些最好的牛羊杀了，他们要带着牛羊到吉甲去，要当作牲祭献给上主，你的上帝。撒母耳说，上帝喜欢什么呢？顺从他呢，还是向他献烧化祭和祭物呢？顺从比祭物更好，听命胜过献上最好的羊。背叛他跟行巫术一样坏，傲慢跟拜偶像一样有罪。由于你背弃了上主的命令，他厌弃你，不要你做王。所以呢，扫罗王已经没有在众目的生命册里面了。
约翰在启示录中说得非常清楚，只有记载在生命册里的人才能够进入到上帝的救恩国度里。启示录第21章22节到22章的第5节，我没有看见城里有圣殿，因为主全能的上帝和羔羊就是这城的圣殿。这城不需要太阳或月亮的光，因为有上帝的荣光照耀着，而羔羊就是这城的光。世上各国都要借着这光行走，地上的君王要把他们的荣华带到这城来，城门要整天开着，永不关闭，因为那里没有黑夜。列国都要把尊贵荣耀带到这城，但是那不洁净、行为可憎或是撒谎的都不能进去，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的才可以进去。天使又让我看到一道生命水的河流，闪耀像水晶，从上帝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，通过城中心的街道。河的两边有生命树，每年结果子12次，每月1次。树的叶子能够医治万国。城里不再有上帝所咒诅的事。上帝和羔羊的宝座要在这城里，他的仆人都要敬拜他。他们要朝见上帝，而他的名要写在他们的额上。那里不再有黑夜，他们不需要灯光或日光，因为主上帝是他们的光。他们要做王统治，直到永远。因为记载在生命册里面的人都必须要遵守上帝的诫命，要洁净，不说谎，要行在上帝的光明中。若不是这样的人，就无法被登录在末后的生命册里面，就进不了上帝的救恩里。诗篇53篇，人的邪恶，狂傲的人自言自语，没有上帝，他们都腐败，做了可厌恶的事，连这行善的人一个都没有。上帝从天上查看世上的人，要看看有智慧的人没有，有没有寻求他的人。可是人人都背叛他，个个同样的腐败，没有行善的人，连一个都没有。上帝发问，作恶的人不明白吗？难道他们都茫然无知吗？他们吞吃我的子民，他们不晓得向我祈求。然而他们要惊惶恐惧，经历从来没有过的惊惶恐惧。因为上帝要杀灭他的子民的仇敌，他弃绝了他们，使他们失望蒙羞。愿以色列的拯救从锡安来，那时上帝要让他的子民重整家园，雅各的子孙要雀跃，以色列的人民要欢欣。感谢主赐给我们救恩，使我们能够得救，必得到应许，进入主的国度里。求主帮助我们努力的追求遵行诫命，让我们能够登录在上帝的天国的生命册里面，进入救恩的国度。我们这样诚心的恳求上帝，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